敬亭的牧长、长执甲全队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我是唐春发牧师，捌玉山新南院读册，后来服务伫玉山新南院25年，最主要2000年到今仔日，伫国立东华大学原住民族学院来服务。虽然我离开玉山新南院，总是我心目中玉山亲像我的老母一样，所以当年的5月15天，我拢以尽力来协助学校甲教会感谢请安。今仔日原来我真欢喜会当亲身代表玉山新南院师生来到咱相连教会来致谢请安，表示对教会对久长以来同款支持奉献予玉山新南院的事工。总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我就配合教会的计划，以视讯的方式来向众兄弟姊妹请安，分享使徒行传1章21节到26节的感动。今仔日我用正做上帝的礼物，做题目来分享今仔日的经文，分享信息的进程。我要用片仔来分上帝恩典。这个片仔是真特殊的，这个甲我的感情真特殊。这个片仔是封台了后，遐个德甲计互车来当已经去做这个判国国。总是我发现这个尾的所在，也有一节，就是我手中这个这个德甲。我摕倒转来了后，我就把互他了后，装这个空来分的时阵，对这一当分出真好听的声音。伊就甲我做伙去倒位做见证，我拢掠这个德甲已经判国的尾仔的这个部分，我来做乐器，用片来分，就表示讲来用咱的性命。用咱的气，用这个不完全的我，总是上帝也会当祝福，互上帝恩典满满伫咱中间。这个时阵，我来分这个上帝的恩典。感谢。对咱今仔日所读的经文内面，真清楚来提起主耶稣大队开始传道，就建立了伊的门徒学院，亲像行水的约翰一样。圣经甲咱讲，已经有多的人跟对行水的约翰，总是拄到主耶稣的时阵，伊就对伊学生讲：看，
上帝的用过，并且互因来军队主耶稣。其中咱所知影有安德烈、会西门、彼得，所以主耶稣开始传道的时阵，因为行说咧约翰的准备已经备办好家己军队伊回应主的呼召，所以伊的门徒和伊的学生接受伊操练、体检、参与来宣扬上帝国的福音。其中有12个人，互主耶稣呼召做使徒。当时今仔日的经文甲咱讲，唯一的遗憾是犹大离开这个积分，家己的所在。这个是宣告事件，使徒团体甲耶路撒冷母教会的破局。今仔日的经文，互咱爱专注上帝的作为，伫迄个破局的中间来做信仰告别。使徒行传1章是有关见证的准备。主耶稣基督通过圣神来陪伴门徒，做伊国话的见证。所以第1节到11节的控制圣神的应允，关于着主耶稣对死国话到上天的事件。12节到26节是伫耶路撒冷教会甲门徒团体发生了这个遗憾破局的这个事件。门徒团体爱自信看上帝作为，耶路撒冷教会用信心以祈祷来参与上帝美好的旨意。对于今仔日的经文，我欢喜分享3点我的领受甲我的感动。头前有破局的圆。第2项是做伙来扬钱主的羊群。第3项，上主叫马提亚得到这个结婚的历史意义。通过这个来学习到做上帝的礼物。有破局的迄个圆，咱讲到圆的时阵，咱何等完全10个人到10个人会当真事实来齐做伙。安那12个人嘛有12个人会为这款的完全的圆。总是咱看见耶稣的门徒12个是完全的数字，咱会当期待因来全力团结做伙做见证。总是这个团体出现了状况，犹太离开伊的结婚，家己所选择的所在。这句离开使徒的结婚，这个离开这字耶撒尔，是用来对应着主耶稣为着伊所听的人得体来离开伊伫天顶的位，来降世做人。搁伫约翰13章1节所讲的，因为听人到底死伫十字架顶的这句话，这个福音的真理是真清楚伫这个所在做对比。甲这个相反呢，甲耶稣所做完全相反的，就是犹太离开这个结婚到去家己的所在。这个是互人绝望，这个互人看见迄个圆有破局伫迄个所在。咱看见这的信徒，伊全力来做福音的事工的时，有福音这个问题。使徒甲耶路撒冷的正信徒非常注意
使徒团体行做破镜的圆。总是更加要紧，伫这段圣经节，上帝要怎样引带耶路撒冷教会，甲11个使徒来行更加大的事。伫这个所在，毋是干那以色列对12个支派的这个意义的认捌。12个是灿烂的时间空间。更加要紧是，这个结婚是主耶稣伊代理人，伊是使者的意思，是要凸显家己的时间、空间甲生命神圣的关系。今日这个经文甲咱讲，伫国外的阳光内面，无迄个第一名甲最后一名，因为其中所充满的是圣神国外的荣耀甲活命的结合，就是指迄个互主互调的个体，也是团体的每一个人，是上帝所批判的文书甲礼物。其实咱今仔日的教会的角色，也要继续这个伟大的使命，造就最多的人来跟对主欢喜做主的使徒。我有一摆对着一个阿嬷，因为教会的茶会班14个人来参加，最后迄暝，我要去甲因勉励，我入迄个门的时阵，我无法度插互一记，我轻轻仔搁插，了后发现迄个门的后壁有一个阿嬷，伊伫遐顾伊的迄个花盆。我真自然问迄个阿嬷：“阿嬷，你第几名？”迄个阿嬷拢无甲我应答，敢若甲我认安尼尔。了后我发现我讲了毋对，所以我甲回息咧。我讲阿嬷真是咧。我要离开的时阵，伊阁讲第一句话：“院长，我是第一名的前面。”就是这个故事。第一名的头前，对咱每一个人有啥物款的意义？我迄个时阵也无法度马上领悟这个阿嬷的意思。我一摆我甲伊回息咧，咱做老师拢惯势，咱一班有几个人，咱就照成绩来排列，迄个第一名甲上煞尾名。伫咱的学校教育的系统。无迄个第一名的头前这款的话，总是我也未明白这个道理的时阵，这个阿嬷佫讲第三句话，伊讲院长，我们阿美族跳舞的时候，最后一名就是第一名的前面。迄个话佫较深会将所有的人回归这个。真奇妙的圆的概念，毋是迄个完全的圆，是有破镜的迄个圆。人看这个伫跳舞时阵，头伫这个头前这个十步，尾啊是这个女士伫上内底的这个，这个中间的距离是一个人的位安尼尔。总是咱看遮的。那咱若要看这个圆是完全的，拢牵手的时阵，就限制伫迄个中间，有迄个有限性。总是这个破镜第一名的前面，咱若看的时阵，咱通看见为着这个人留一个空间，留一个机会，留一个生命参与的时阵，咱的这个团体会足大、足勇、足结实。这个是真奇妙的，耶路撒冷教会有破镜，这个对外口看是遗憾的。犹太离开这个使徒团体，也是真遗憾。那亲像无民主同款，总是咱所读的圣经节，要邀请咱进入到迄个
伫破镜的迄个中间记着上帝，互迄个破镜诚做圣神的通路，诚做快力的加添，诚做迄个能量更较大的迄个意义伫中间，咱会当看见这段圣经早伫教示。所以第二个我爱分享的就是做伙来拥持主的羊群。对初代教会来讲，使徒团结的完全性，代表主耶稣伫咱的中间对口到尾的这个时阵，拢甲咱三甲伫咧。个咱三甲做耶稣个外见证，同心合一祈祷的人甲人群，所以这个使徒团结的配力，真清楚是为着要成做耶稣基督，成就主耶稣基督大使命，好万民做主的门徒，并且来牧羊看顾羊群，尤其主的羊群。更较大意思就是见证做耶稣对死个活上天的荣光。23节的所在安尼讲，因就旧两个人，就是名叫做巴撒巴，佮叫犹士多，甲马提亚。24节佮安尼讲，众人就祈祷讲：主啊，你知影你捌众人的心，求你互这个两个人中间指明，但是啥物人是主你所选择的。互伊来得到这个使徒的职分。25节，这位分着犹太所离开的这个职分，家己的所在的这个事件，诚做邀请最的兄弟姊妹，耶路撒冷教会11个使徒，甲最的门徒。26节，所以安尼讲，众人都这个念口念着马提亚，这个就是11个使徒，伊就甲11个使徒同咧。咱看见这个真奇妙，上帝圣神所成的工作，11个使徒正信徒同心合一，徛伫破镜中间祈祷主上帝的旨意甲选择。经文甲咱讲，因着掠看，这个掠着得着这个马提亚，这项事是不加有历史意义伫咱的中间。有一首歌咱真熟，因祈祷来到你的面前。这个中间有第一节有安尼7款的话，我用祈祷来到你面前，我要追求你，我要踮伫破镜的中间，伫迄个所在追求你。这句话不加符合伫使徒行传1章11节到17节。伫迄个使徒团结的破镜，耶路撒冷的破镜，邀请所有的兄弟姊妹来参加祈祷，上帝上水旨意正伫迄个中间。咱看到伫上尾这个所在，主叫马提亚来得到这个职分，甲门徒、甲使徒来同咧。马提亚是啥物人？马提亚的名伫圣经中间只有出现伫这个所在，总是伫这个发生特别事件的时阵，伊要凭啥物来这个叫做真做使徒来代替这个犹太伫这个所在有真奇妙的这个呼召。上主叫马提亚得到这个职分，是因为伊代表一群点点军队主耶稣的人的性命的归来。马提亚咱注意看，伊对耶稣的约翰，一直到主耶稣
最后对耶稣上天的时阵，伊拢伫迄个所在。圣经敢若伫即个所在提起伊的名，彼得足强调，来保即个犹太一结婚的人，是伫主耶稣甲阮中间，对开始到尾出入的时阵，都甲阮相合伫咧，甲阮当做耶稣国外的见证的人。兄弟姊妹，咱相连教会是毋是真侪即款点点啊，甲耶稣做伙，点点啊伫做见证，点点啊伫做最才会事工。我有一摆去德国里面照即个宣教中心，因有一栋厝，上悬的所在，有写一个真大的字，叫做 Energy Hall。反正做中文都是能量屋，是充满快乐的这个厝。我起初的时阵，我想着这绝对是全世界奉献的统计所在。我想要看咱台湾奉献偌济，总是到顶悬了后，完全无像。这个所在伫真侪迄个圆的岛啊，迄个岛啊顶面拢全世界的地图。迄个卢玉雪老师捌伫30年伊做老师的，带到台湾迄个岛，迄个圆圆的岛啊，了后遐的宣教师退休的宣教师，有的人已经无骹无法度叮当，总是伊的目睭、伊的喙，伊要伫喘气，所以人用抱来到迄个岛顶。岛啊边啊，有人用迄个轮椅来塞来迄个岛顶，也有的慢慢啊举关仔来。我记得迄个时阵有6、7个做伙伫迄个所在，看着我真感动，真欢喜。总是不该要紧，因都花手伫迄个岛顶开始祈祷，开始为着台湾的教会，开始为遮的传教者。教会兄弟姊妹祈祷，迄个别人的能量有是迄个性命到煞尾时阵献互上帝，这个是感动我。所以咱的教会偌济人点啊军队做耶稣啦，伫教会中有偌济的事工需要咱每一个活命的内涵，无分名分的成长。只有通过圣神所带的教会，是需要坚持军队主耶稣的人。这款的军队主耶稣的人，伫上帝时间内面，真做主荣光的记号。我来到咱的结论，真做上帝，真做主教会的人民，对主有更加多的经历甲认捌的人。这是21节到22节的话。第一项，重视做见证的同伴的人，这是22节的话。尊主最大，互圣神成就的人，祈祷后因来念靠这个所在，就是咱看到咱每一个人兄弟姊妹，咱会看到你家己无？伫这个中间，咱会当看见这个人拢向国外最勇敢的成长的人，坚强的人，服侍的人，互主的旨意、美好的旨意来成就的这个人，互咱真做上帝世代的人民，互迄个破镜的款式有新的快乐来成长伫迄个所在，直到咱的教会、咱的团结。咱的事工，那亲像天同款，伫咱四周围美丽的土地出现了美丽的快乐，充满欢喜祝福。52个所代表的迄个灿烂、丰富意识，真做咱军队主耶稣的祝福，互咱真做
对开始到尾甲三角甲主三角行，真做甲使徒当做耶稣对四个话的见证的人。伫圣圣的时间、空间、生命的关系内面，你是上帝的唯一，世间无第二个你，我。所以上帝对咱每一个人有一个美好的旨意的这项事。耶路撒冷教会真做宣扬对四个话的主耶稣的时阵，拄着困难，总是因为马利亚准备好，所以多人已经准备好。咱家己相连教会伫成长的过程，咱是不是也有破题？需要每一个在座兄弟姊妹真做上帝的面。玉山新人院也需要，也是用这款的感谢、祈祷、奉献来参与。这个图是对我已经真久的图。我头一摆去瑞士的时阵，阮对这边坐船到对面去食中餐的时阵，会经过一个小小的湖，伫这个顶悬有这个鹅妈妈伫带这个三只小的这个鹅仔安尼啦吼。本来因安尼妈妈伫头前，伊这个三只伫后壁，伫遐伫FF 安尼伫过经过。总是用较大的时阵，这个妈妈的舌就拍好开，拿进就12个，我就是吸到这个图，然后迄个妈妈就开始迄个用和遐三只，这个小的这个小鹅啊哈，啊等慢慢啊去哩，迄个妈妈了后就甲因好咧，用伊的舌头来好，互因安定到这个图顶悬。亲爱的兄弟姊妹。我何等期待咱的教会，咱的学校来经验着上帝有准备这款的鹅妈妈的教会，要高尚，要互人安全行过迄个破壳，迄个破壳食做上帝信者奇妙的时间、空间甲画面的关系。愿上帝祝福在座所有的兄弟姊妹。咱下头来祈祷，听阮的主上帝，感谢你的恩典，求主你祝福你家己的话，互阮学习着伫耶路撒冷无教会，使徒12个要开始团队四个话的时阵，迄个破壳，迄个遗憾的事，由我，互阮兄弟姊妹来补伫迄个顶悬，主你也爱阮来补这个破壳。因为这是你对教会的旨意，对新学院的旨意，就是安尼。造就更较多人对开始到尾拢点点啊，跟对主耶稣，造就你祝福所有的兄弟姊妹，互因得到圣神充满、圣神的丰富、一生的时间、空间及生命和主你的应当，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